主后2026年2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基督中的愿望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诗篇第108篇第10到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08篇。大笔的诗歌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神要唱歌称赞。琴啊，瑟啊，着醒起来，我要甲日头叫醒。上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比天较悬，你的信实透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。愿你的荣光变作全地，求你用正手牵救阮来回应阮，互你所疼的人得到解救。上帝伫伊的圣所讲：我大胜利啦！我要分割世界，分配苏格的山国。基列是我的，马西嘛属我，以法莲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权柄的拐。摩押做我的玉盆，我迄我的话伫以东。我因为看赢非利士大声发。啥人要带我入去坚固的城？啥人要带我入去以东的地？上帝啊，你敢有去杀阮？上帝啊，你敢袂阁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？求你援助阮攻击对敌，因为人的帮战袂靠敌。靠上帝，阮才会得胜，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基督中的愿望。捌有人讲，现代人上严重的病症是绝望。面对绝望，有人选择看啥物拢无差，用冷淡也是对了放纵私欲的态度过生活，也有人选择轻生来结束家己的性命。伫这个时代，社会、政治、媒体以及网络舆论，差不多逐工拢在制造对立甲分裂。近年来，台湾社会的氛围也常常因着选举、政策、国际关系、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，变甲紧张不安，甚至互人感觉绝望。面对安尼的现况，咱着安怎回应呢？有话讲，有梦上水，人因为梦想变伟大。的确，心怀梦想的愿望是一种对生命、生活的热情，会当带予人继续向前的动力。那安尼，身为基督徒的咱，要安怎伫这多变不安的环境中持守信仰，伫基督中看见绝望内面的愿望呢？诗篇108篇。通常互看做是一首旧的作品，用心的连结的诗。有学者认为，本首诗是受了回归的以色列人重新用大笔的诗篇向上帝祈祷。本诗的第10到第5节，甲诗篇57篇第70到11节极为类似。诗篇57篇是大笔伫亚杜兰洞闪避扫罗追杀的时所写的。对诗中通看见大笔伫面对人生困境的时，伊是安怎唱歌学乐，搁仰望上帝。本诗的第60到13节，甲诗篇60篇第5节到12节，一字无差。诗篇60篇是讲述大笔甲敌人以东和亚兰征战的时，向上帝呼求拯救。
求上帝为伊吞达敌人。这两首诗的起头拢是面对困境患难，但是伫结尾拢是刚强有力。诗人甲这两首诗融合做伙，应用伫新的处境，鼓励上帝子民踮一切环境中，拢爱坚定倚靠上帝施展大能，伫基督中看见盼望。诗篇108篇上款也提醒，处在台湾现况中的咱，伫政局亲像风云变化、民意波动、意见分歧的时代，当真侪人受媒体主导，被对立操弄，情绪被牵咧行的时，咱是毋是会当亲像大笔共款，伫动荡中悠然学了上帝咧？学了毋是逃避现实，是甲视线对混乱中闪开，定睛伫迄位超越一切掌权者的上帝身上，互咱会当踮动荡中引导倚靠上帝，内心坚定稳固，伫基督中看见盼望。另外，对台湾来讲，甲中国的关系是无法度忽略的实况。无论是中国的武力威胁以及军事恐吓，对国际地位的打压，甲外交空间的限缩，甚至透过真侪假消息的认知作战来打击信心，这拢是台湾面临的现实挑战。尽管安尼，咱应当亲像大笔伫基督中悠然记条，上帝并未互这个牵制，伊是掌管列国的主。愿今仔日的咱，也拢会当伫基督中看见盼望。默想：当我关心台湾的政治甲社会时，我的心是容易互新闻牵咧行，还是互上帝的话语坚固？当我关心台湾的政治甲社会时，我的心是容易互新闻牵咧行，还是互上帝话语坚固？咱来祈祷，掌管万物的主，求你坚固我的心，互我伫基督中看见真正的盼望，毋是伫人的手里，是伫你的掌权中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